来看这体位素伫台湾是列做药品，要进口就要经过许可。不过有一个姓吴的整容医师，却涉嫌找人走私，为日本甲韩国偷早体位素入境。这前移民署的官员佮替因暗砍，行机场的公务通道。这4个人落户检方约谈，整容医师是奉姓阿金健，移民署的官员是40万交保。律师要澄清一下。面对询问拢无讲话，行入地检署，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就是涉嫌走私胎盘素注射剂姓吴的整形名医。伊透过2个斗早回的人，姓陈甲姓高的查甫人，长期去日本甲韩国这个所在早回入境。其中也有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前松山机场姓田的分队长，涉嫌利用职权阿户，4个人随时暗时互人约谈到案。询问了后，姓吴医师甲姓陈的查甫人，依照涉犯药事法输入禁药罪，申请羁押禁见。检察官昨日指挥廉政署执行搜索，并约谈4人到案。讯问后，将其中2名被告申请羁押禁见。代志发生是因为检廉接到报案，国境事务队前姓田的分队长为2022年10月开始，几条便阿户姓陈甲姓高行上机的公务通道，互因会当走私拢总30盒，差不多1500支的乃尔康胎盘素，也有其他的违禁品入境，交付货品予姓吴医师。医师所开的诊所初5透早铁门嘛扭来无营业。涉案的前姓田分队长去年3月退休，是毋是有牵涉到收受红包，还是其他公务员有涉案，也有待查清楚。移民署声明表示，2022年11月接到检举了后，已经请政府单位调查，也主动移请司法机关侦办。行政违失的部分已经有处罚，后续若是还有刑责，会照规定追究伊的退休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